呢個簽人數24至17樣講是家啲，當是家白色之時是家唔灰心，但係呢，當是家要灰心是家嘅力量安射是家要對付呢個白色，要對付呢個痛苦。那所以是家唔灰心，當是家白色。而人本人呢，因為到出呢個詩篇記8日8至5節咁樣講到，當是家白色之時是家謝上帝，是家求上帝，禱告嘅上帝。基上帝未答應設家，本設家快，而是家求基是家寫嘅禱告嘅上帝，佢未開路本設家佢本設家心中你得到平安，得到平心。嗱，所以設家要白色，要痛苦，要受理，要煩惱，唔灰心。當時嘅灰心，是嘅冇力量去對付佢。係人班人啦，是嘅來到上帝嘅面前，求佢，佢充滿落本時嘅平安，本時嘅力量，能夠對付一切呢嘅痛苦，呢嘅白色，呢嘅受理，呢嘅煩，把間嘅帶時間去得勝嘅路。所以是嘅謙卑來到上帝嘅面前，主耶穌祝福時間，阿門。